边境地款条例7月初1实施，这是政府压插房的另外一个措施。不少民众希望厝价会当降价，也有房产专家是认为讲，边境地款条例加上中央银行新的一波选择性信用管制，拢会让今年下半年的房市是无啥加压。工地内面工人真无闲，卡刀机一直伫咧挖地基，国内新建案也阁一直伫咧起。不过房市调查机构的统计发现，今年第二季房市观望的气氛真明显，厝也是无好卖。像北台湾第二季也阁伫咧销售的建案1188个，甲去年同期比年增百超过2成。到6月底，北台湾也阁伫咧销售的建案数量上最是中立，果然是桃园、大园淡水冠军。大园客货园区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青埔特区。那因为最近一些就是低总价的产品比较好销售，所以也会看到有蛮多新价的出现。去年地方选举跟今年的329档期都有各一波的推案潮，新旧案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明显。平均地权条例修正司法7月初1正式实施，影响上大的是有售厝禁止转约换售，一个司法人买厝将会采取司法制等5大措施。专家讲，法案自确定处罚到实施，过差不多1年半，房市早就已经提前反应。除了投资客提前落车，买气也自去年底开始求售，影响较大的除了买有售厝的民众以外，进前买一寡老厝买整合中间的建商，若整合失败，就来厝就要5年了才会当卖。预售屋未来都不能再转售了。未来呢，老屋重建的量能，我们预期全台湾在最近上路1年内，整体的重建量能至少会萎缩50%以上。那萎缩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司法人，因为他购买住宅要采许可制，他买老屋的话，手续变得非常的繁复。业者认为，平均地权条例实施会加紧央行新一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，也就是特定区域自然人第2号限定贷7成。今年下半年房市的买气可能也是无好，可能就要等到明年房市才有反弹的机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